分享述看客家苗路學院2012新聞，由客家的園地又稱自封茶劇團打造嘅2025最新原創客家親子劇《電怪》，9月19號到22號，原定地高雄市文化中心內興廣場表演3場。19號記者會，客委會主任委員顧秀惠特別來到現場，細心邀請南台灣嘅民眾共下來看戲，行檢來感受電怪精彩嘅表演。顧主委表示，感謝高雄市政府共同主辦，本電怪做得地高雄第一站巡演。未來電怪還會巡演到台南、屏東、桃竹苗，希望同演出精彩嘅台語戲劇分享本全台灣嘅朋友。電怪係講一隻玉器掛錯同海洋電錯合作共成嘅故事，對海帶來嘅神秘奇處。電怪有8米安高、7米安長，會數、夜幕、打黑潮，甚至會噴嘢同發光，係一場有黑科技、太興人工嘅同文化內涵嘅奇幻故事。以上係客家苗路學院嘅報道。接下來要教大家今本日嘅2012就是精彩，精彩。也出戲十分精彩，也出戲十分精彩，唔好為忙啊！下禮拜再來了。